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特別溫暖嘅故事啦。咁今日呢位病人呢，其實係一位湖南嘅中醫科嘅醫生啦。佢喺13年前呢，因為報紙上編嘅一篇報道啊，就介紹咗張強醫生。咁後邊就專程飛去上海揾張強醫生做咗呢個右腳嘅靜脈曲張嘅治療啦。咁手術之後恢復得非常之好，呢12年落嚟都冇復發，隻腳呢一直都保持非常之健康嘅狀態。咁今日呢，佢又嚟到深圳揾我哋啦。佢話想處理左腳嘅靜脈曲張問題。咁門診幫佢評估完之後，我哋就即刻幫佢安排咗輸化治療啦。咁全程就係一個局部麻醉啦，佢成個人都係比較清醒嘅，成個過程好輕鬆唔痛苦啦。所以做完之後，佢就笑住同我哋講：上次都已經唔係好痛苦噶啦，估唔到今次仲更加輕鬆添。所以做完之後咧，佢就即刻落嚟行路。佢仲同我講：等陣我約咗朋友一齊食飯。聽到嗰一刻真係好感動嘅。因為作為醫生咧，其實最開心嘅就係一啲同行啊，佢哋可以認可或者信任我哋啲技術。呢種信任同埋共鳴咧，其實係非常之珍貴嘅。其實對於我哋醫生嚟講咧，靜脈曲張嘅治療咧，唔單止係話醫好翻條血管就算噶啦，其實更多係可以幫助一個人重新踏實咁樣行路，重新可以享受生活嘅每一步。